我會推薦大家使用 Writing Hero。我會推薦大家使用 Writing Hero。我會推薦大家使用 Writing Hero。以往老師喺教作文嘅時候，無論係課前預備、批改，以至寫後嘅跟進，都花費極大嘅心神同時間。Writing Hero 協助老師快速處理一啲繁瑣嘅預備工作，令教師可以將更多時間放喺學生身上。Writing Hero 令到學生不論喺前、中、後期都可以喺冇老師嘅情況底下自主學習。當以往準備作文嘅時候，其實老師係需要花好長嘅時間去備課。但係有 Writing Hero 嘅呢個平台之後，由於平台入邊提供咗好多唔同嘅簡報同埋工作紙，大幅縮短咗老師備課嘅時間。我哋嘅學生咧，其實喺第一次嘅試用嘅時候咧，已經可以好容易上手，因為我哋開始用嘅平台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指引俾咗我哋啦，我哋學生啦或者老師點樣去使用呢個平台，我哋都會好清晰嘅。咁當佢用落嘅時候咧，成日整個界面啦，會好清楚話俾我哋聽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係做啲乜嘢。所以當我哋小朋友咧去做完篇文，然後拍照，然後去上載整個平台嘅時候，再提交咧，都係按翻平台嘅指引去做，所以整個界面係好清晰啦，成個流程都係好簡單嘅。Writing Hero 咧可以幫助老師嘅教學嘅，因為咧小朋友用完 Writing Hero 之後咧，老師可以喺入邊咧即時生成大量嘅 AI report， 變咗咧呢啲質量並重嘅數據可以幫助老師去佈置佢嘅課堂啦，影響佢個教學設計，更加針對小朋友嘅弱項，變相咧可以提升學與教嘅質素。Writing Hero 咧呢一個寫作平台咧，讓我哋知道咧我哋學生喺寫作上面咧整體上面嘅表現，亦都好精準咁樣咧話到俾我哋聽咧，知道小朋友咧喺寫作上面咧有啲咩嘅錯誤，容許我哋咧知道佢哋用嘅好詞好句啦，亦都咧點樣去跟進嘅。所以咧我哋發覺我哋嘅小朋友喺寫作方面都有所提升。Writing Hero 可以自動生成 AI report， 包含咗全班嘅成績分析、佳句摘錄同埋範文推薦，好大程度上減輕咗老師喺行政上面嘅負擔。咁甚至作為科主席啦，或者我作為課程主任咧，我哋可以了解翻喺全級究竟我哋嘅作文嘅情況係點樣。咁以往呢啲我哋需要好大量嘅時間做好多人手嘅輸入啦、統計啦，甚至去逐份卷去揭啦。咁但係而家有一個系統 Writing Hero 去幫我哋去了解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撳幾個掣咧，其實就可以了解翻每個學生、每一班甚至每級嘅情況。學生可以透過 Writing Hero 知道自己嘅不足之處，而個人化嘅範文咧可以方便佢哋日後寫作相關文章嘅時候可以做到自我修訂。當有 Writing Hero 之後咧，其實大約幫我哋縮短咗呢啲時間有一半度啦，因為我哋可以集中多啲時間咧去了解下學生嘅學習難點啦。當學生睇到示範文章係根據自己嘅寫作水平而度身打造嘅時候，自然會引起學習嘅興趣，從而提升翻佢哋嘅學習嘅成就感同埋自信心。而 Writing Hero 系統入邊嘅 AI 自學同埋跟進元素，係可以引導翻學生去修訂翻、潤色翻自己嘅文句同埋作品，從而培養翻佢哋自主學習嘅習慣。Writing Hero 採用粵文批改模式，有別於一般平台將學生嘅文字轉成電腦字。而呢份批改同老師平日日常嘅批改，無論喺分數同評語回饋都好貼近，令到成個寫作教學更加精確同埋具有親切感。我會形容 Writing Hero 呢個平台係一個質量兼備嘅平台啦，因為無論喺一個量上面啦，可以幫我哋慳好多嘅時間啦，無論係備課頭先講準備好多嘅教案等等，呢一啲都係一啲好節省我哋嘅時間嘅。但另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學生咧，可以好針對佢哋每一個嘅需要啦，每一個嘅學習難點去學咯。咁所以喺個質素上面咧，我哋喺一個教學上面都會大大提高嘅。我會推薦大家使用 Writing Hero。